有人介意传统，也有人介意现代。棉花园总团加这立功剧团两大剧团合作，那做伙卖票，也希望观众互相交流，看到不同类型精彩戏出。转身站好，收身，移交点数。这是立功剧团用舞台剧搬出台湾部合作家段彩华短篇小说《阿盖》的舞台剧。你想错了，哎，好的。舞台雄雄设平为歌仔戏后台变前台，这是歌仔戏团棉花园戏剧总团用歌仔戏结合台湾文学红星副作品线戏的舞台剧。即摆两个剧团下界合作，不只是做伙卖票，也帮观众互相交流。我们这次其实是文学跟现代剧遇到了戏中戏、耍戏，那刚好跟我们押界里面的戏现代剧是非常的吻合，都是文学跨界。因为我们两团的观众其实有时候是重叠的，是对，因为会看歌仔戏的，来看立光的戏应该没问题，因为立光的戏里面其实很多本土的元素在里面。互介意歌仔戏的人通进捌舞台剧，也互舞台剧的观众有接触歌仔戏的机会。这两大剧团也望讲，未来会使以台湾本合作基础创作新的艺术风调。我们在刷语里面有提到，能够留下来的，才以后我们就会说它是传统，所以能够存活下来的是传统。任何表演工作者或表演团体，他在经历过所有的磨难之后，我觉得他能够存在，一定有它的必然价值。两个剧团也表示，未来会搭配合作，棉花园演员到立功搬舞台剧，立功演员到棉花园搬歌仔戏，望互观众有新的看戏体验。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